情緒回收箱，請你準備一張紙同埋一支筆，調整呼吸，感受呢一刻嘅情緒同埋感覺，嘗試將你嘅情緒寫低，思考一下發生咗咩事呢？事件入面有啲咩人？喺邊一度發生㗎？事情嘅經過係點嘅呢？呢件事點解會帶嚟呢一種感受呢？慢慢寫低發生咗呢件事，出現咗呢啲感受，你當下嘅反應係點嘅呢？對於你嘅決定同反應，你又有咩感受呢？試下寫低啊！如果事件可以重新嚟過，你又希望佢點樣發展呢？寫完之後，慢慢調整呼吸，吸氣，呼氣。如果你開始感到情緒平靜，咁就太好啦。如果你呢一刻仍然感到鬱悶，可以選擇將啱啱嗰張紙用力揸巢佢，甚至撕爛佢，將呢啲不愉快嘅情緒發洩出嚟，然後掉入垃圾桶。你都可以選擇留低張紙，放入情緒回收箱入面。當情緒平復或者穩定嘅時候，可以再睇返呢啲內容，了解自己發生嘅事情同埋情緒，識別係咪有重複出現嘅思維模式，再計劃改善或者解決嘅方法。